姚老师，谢谢您的花。祝贺那个郑文敏老师的音乐独唱音乐会圆满成功，有那个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，清脆悦耳，对吧？对。这是我们的音乐家庄老师，这是我们的词作家那个袁岳老师。刚才他唱的那个。我姓相随，就是他的词，他的曲。今天曾老师所唱的中外的作品，特别的淋漓尽致，畅快的体现出了他的水平和能力。特别是那个咏叹调啊、夜莺呐、莫扎特的作品。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作品，而曾老师的演唱呢，他行云流水，气息通畅，高音华丽，清澈透明。我特别喜欢他的花腔，清脆悦耳。我认为曾老师的独唱音乐会能得到观众一致的认可和赞扬，